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唐中信。今集講丙午馬年流年主星破軍嘅個人運程。咁點樣揾自己流年主星啊？咩主星最吉最凶啊？同埋有咩要注意呢？可以睇翻紫微個人流年運程嗰集嘅。財運正財不利，偏財不吉。馬年呢，唔好諗咁多，咁要有咧輸少當贏嘅準備。咁偏財方面呢，即使係專業炒家咧，都要忍得先輸只有機會咧就後贏。馬年嘅股市咧大起大落一般人嘅時間精力咧都唔夠，咁真係咧玩下就好啦，否則咧係容易輸身家嘅。事業受雇者咧做牛做馬付出同收入咧係唔成正比嘅，咁更加慘嘅咧係有工就俾人搶搶多搶少咧就要睇運嘅，實在欺人太甚。諗住轉工重新開始啦，不但好大機會辛苦咗而且咧一樣係勞易少獲嘅。咁有工咧又領唔到真係都幾慘下。咁要盡力化解幫輕少少都好啊。營商者咧就係要保守啲管好現有嘅業務咧就已經要還神要有輸少當贏嘅心理準備，更忌拓展多個新市場。咁一陣搞到外憂內患咧仲傷，到頭來咧只為他人作嫁衣裳。咁如果係創新嘅行業啦，不斷變革嘅行業啦，或者係百年老號翻新重整啦，都比較有利嘅。姻緣已婚者咧婚姻有危機配偶工作咧得到認同，名氣提升嘅同時咧變得越嚟越忙，兼顧唔到感情嘅維繫，咁第三者就容易介入啦。一旦處理不當咧就會加變㗎。咁單身者咧就可以遇到桃花嘅，咁但係咧唔係真姻緣嚟嘅嚇。咁只要唔好以結婚為目標咁拍拖咧冇問題嘅。咁戀愛成熟嘅情侶咧，馬年就紅鸞星動啦，咁可以選擇拉埋天窗。健康不論男女都有逢凶化吉之象，咁但係就必先遇險而後獲救。咁最好年頭就做檢查啦，有發現就立即處理啦。咁仲係小毛病嘅時候咧就醫好佢，仲係小手術嘅時候咧就做咗佢咁將疾病咧扼實喺搖籃中。咁以康復者咧就係要防復發咁年老長者咧大概已盡天年。赤馬同中若休確，山南險象緊追蹤。馬年重點係埋堆，車公簽遇事，精工造假，真誠無價。咁大家咧可以結合參考嘅。流年主星破軍就講到呢度啦。咁有嘢想講，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嘅。祝大家馬年吉祥，萬事如意。多謝大家。